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亚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那么学了，他献归咱的圣诗，神圣诗第二章，圣在，咱请兄弟姊妹起立。咱一完起来，用许多圣经成做咱的信仰告别。来，咱斗阵来读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来是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庙，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下面咱要三个客运。我来客请兄弟姊妹来印，伫圣诗后壁面，若无早圣诗的人，头前的答案记就有吼。来，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的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了袂开嘴。你已经知影我要讲啥物。你明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宝遐尼悬深，超过我的了解。你到位，我才会通得了你。行到倒位，我才会得闪你。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我若过到阴村这边，也是去到日落的迄边。就那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导我。你的正手袂会扶持我。我若有乌人甲我扛起来。我暗暝甲我压榨。对你来讲，
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奥妙、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未算定。我若未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力量。求你指点我，互我无行歹行为。咱三甲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爸上帝，阮伫遮献上感谢。今日上帝你稳定的日子，互阮基督徒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教会，伫遮来敬拜甲学乐，互阮的心会当放下所有一切重担伫阮的心上。主，阮感谢，阮也感谢主。过去这3年内底所拄着疫群的代志啊，COVID-19产生每一个人的心思拢会惊吓，无đảm量。但是主你所想是，互阮一个平安的心。相信你会帮助阮度过这疫群的创营，主，阮感谢你，阮也感谢阮的国家遮的执政者甲帮助者，互因咧处理这疫情的代志，拢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互台湾紧紧逃出、紧离开这疫群的破坏阮每一个人的身躯。主，阮感谢，阮也感谢主，阮为了阿婆教会伫今年内底一个异象甲方向甲目标要来行。愿主你赏赐互阮的教会每一个中日同工，拢当同心合力，为着教会事工来跑走一条条，甲无者会当同心为着教会的理想甲环境，互阮的金句所讲的把爱带回家，相信这是一句上好上水的话语，互阮每一个拢会当三甲伫遐着鼓励甲勉励。主，阮感谢，阮来继续为着伫外国有投资、有工厂的、有做生意的，主也愿意保守互因伫迄个所在，拢会当有愿有赏赐互伊平安的心伫迄个所在。主，阮感谢，阮从今仔日的聚会为透早甲暗时拢恭敬交伫主的带领中，伫遮感谢祈祷，靠主的名来求，阿门。下面圣外地要为咱来带救主在呼唤了。
感谢圣歌队为咱所献的诗歌，愿荣耀归于阿爸父上帝。咱要恭守上帝话语，请咱掀开罗马书第1章14节到15节。恭守上帝话语，罗马书第1章14节至15节。无论希利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妄的，我拢欠因的罪，在地下便便，要用福音宣传，互恁在罗马的人。咱搁读一遍好无？两条尔，来。无论是希利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妄的，我拢欠因的罪。所以在地我拢便便要用福音宣传，互恁踮伫罗马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今日要咱的讲道者是赖牧师，要为着客家的事工来跑走这条天路。伊今日所讨办的讲道主张是为主得客家，讲变一半外省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佮大家三个敬拜上帝。我是赖德清牧师，赖德清牧师，赖德清哈，赖德清，赖清德哈，赖德清哈，就好记的啦哈，就好记啊。其实常常有人叫我赖清德，我嘛拢家接受啦。对，感谢上帝。对，今日咱的题目是为主得客家，为主得客家。对，我将这个圣经再搁读一摆哈。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可以，因为无论嘛个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家，迄聪明人也迄愚妄家，我拢总欠其连个在，所以我必切爱将了福音，要传给你们在罗马个人。这是今天的圣经节哈，这是对不起我个安尼，安尼对了哈。安尼对吼，好，各位兄弟姊妹，咱今日圣经在，伫遐讲无论聪明的、愚妄的，咱拢欠伊债，其实是欠啥物债？欠福音的债，咱是欠福音债。所以保罗迫切传福音，伊讲我迫切传福音互你吼，那亲像我欠人钱要还人钱共款，欠钱要还钱。各位兄弟姊妹，你若欠人钱吼，你暗时间困会好势，困袂好势啦吼，咱着爱钱紧还人啦。所以咱即个传福音迄种迫切的心吼，咱亲像咱欠人的债，要甲还钱共款。安尼，因为咱确信福音的开来，要互人对迄个送香的心伫遐得到丰盛的生命。你有迄种确信，所以你才有迄种迫切的心啦。若讲要做歹代志，咱就毋通有迄种迫切的心，因为你有迄个丰盛，上帝的丰盛要甲你分享互你迄种迫切的心，所以你讲哪亲像要还人咧债迄种的迫切。好，咱来看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吼。保罗传福音的态度，第一。伊就是伊有对迄个罗马人有亏欠，伊家己是罗马人的，迄阵罗马人哪像即摆美国人有迄种高级的吼，高级。毋过伊家己本身伊是罗马人，伊对罗马迄种传福音有迄种迫切，伊敢亏欠心有重大。各位兄弟姊妹，你台湾人呢？咱对台湾的传福音，咱有迄种迫切的心，咱嘛有迄种重大吼。第二，尽力尽本分。咱伫新约圣经有讲，迄主要所讲迄个譬如吼，主人甲迄个牛仔吼，迄个萝卜，看啥物人有家好的发展，有的人讲带伫涂骹拢无效着对。所以伫遐有尽本分无？你有尽本分，你有尽力无？我相信上帝无互咱恶直担当的代志，无互咱恶直担当讲你做袂到，硬要叫你做，无啦。是照你的运数，照上帝互你的恩典，你尽力咯，你尽本分咯，安尼就有够额咯。咱已经尽本分，你甲上帝讲，我已经尽本分。所以今日圣经在伫遐
讲我情愿呐，哈，信仰在讲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呐。我是甘愿，我甘愿尽我的气力将福音来传给恁这罗马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啊，咱着尽咱的本分，尽咱的气力，将福音传给人啊。这就是咱的本分啊，这就是咱所应该的保罗传福音的态度。这个客家吼，今仔日咱讲客家的宣告，客家是啥物意思？有时咱会感觉客家那亲是一个专有名词呢，吼，咱亲是专门讲迄个名词叫做客家。其实客家伊原本啊，伫遐研究讲，客家原来的意思是讲一个族群经历真多的代志，吼，战争还是风土生子啦，各种的因素。离开家乡啊，伫遐迁徙，找到一个适合徛起的所在，啊，伫遐就安尼安居乐业啊。啊，伫遐本地人讲啊，伊遐人来啊呢，伊是人客呢。迄是用主人诶本地的看法，讲伊是人客啦吼。所以客家诚做伊的名，讲客。啊，其实吼，伫上帝计无人客啦。伫上帝计无人客，客家族群要诚做，互人讲这是客家，是相较于原住民，相较于和乐，因为较早一点仔来到台湾，较早来到台湾，所以伫遐小可有迄个摆脱的味，讲伊是人客啦，所以讲是客家。啊，你是人客，安尼都毋是主人啦，所以客庄有时互人感觉迄是一个遥远的所在呢，迄个。真定的土伫遐遥远的所在啦吼，我即摆住伫关西啦吼，关西迄吼，你若甲问关西人，讲你倒位的人，伊甲你讲关西，我甲你讲，伊若讲关西吼，伊就是100%的客家人啦，100%的客家人啦吼。阮边仔是新埔啦、新埔啦、竹东啦吼、龙潭啦吼，遮个所在，阮的厝边拢客家人，一片拢客家庄，规片吼，伫遐。迄个所在是毋是一个遥远的青云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我毋茫因为咱的关心，因为咱的努力，客庄无过是定土嘛，无过是一个青云的所在，伊嘛是上帝的家呢吼。毋茫客家人来到咱的教会，伊嘛毋是人客啦，伊是上帝的家的一份子，是咱大家庭的一个兄弟姊妹。我嘛毋茫迄个客庄的所在，因为咱的努力，有侪人甲咱相甲敬拜上帝，享受着上帝的救恩，或者上帝的家的一份子。各位兄弟姊妹，我常常讲吼，客家，那么咱常常有人讲吼，客家离我足遥远的，我拢无捌，我身躯边拢无客家人，拢无，我拢毋捌，我拢无看着。我拢毋知影迄是啥安尼啦吼，啊，我著甲伊分享讲，其实呢，咱每一个人，咱台湾人呢，咱的甲台湾文化甲客家的文化是非常密切。其实咱的生活中，真侪代志拢是已经融合做伙啊。所以你讲你是不知不觉啦吼，不知不觉。毋过我甲你讲，是绝对是你有接触着客家，伊含你是足亲近的，毋是足遥远的啦吼。我来讲民以食为天，所以我即摆有一点点仔时间吼，甲大家分享吼，你吼甲客家是真密的。我讲吼，咱客家咱常常食足侪物件，拢是咧食客家的食物啦吼。咱咧食迄酸菜猪肚汤，你敢有食过？其实。你毋捌食过吼，伊其实客家吼，伊就是足欠的啦。所以咱台湾上开始食北来吼，就是客家吼，迄个规只鸡啊吼，规只鸡仔的物件，拢爱甲食落去。北来嘛是爱食落去，所以吼，就是迄个肠仔肚啥物货，咱都爱甲食。酸菜猪肚汤，佮客家有一个重点，就是食物件吼，味较重。啊，为什么呢？因为欠的菜食一点仔，着爱饭足济，啊，食好，安尼饱，安尼才有气力，通好做工课啦吼。所以伫遐有营养，啊，食会落饭吼。酸菜猪肚汤，佮看一个梅干扣肉，佮来佮看葱爆鱿鱼。哦，葱爆鱿鱼着讲伊是客家小炒啊吼，规气甲你讲，这就是客家嘛吼，和客家小炒哈，对，好过来客家咸猪肉，伊嘛甲你讲伊是客家啦哈，客家咸猪肉，过来姜丝炒大肠，哦，这嘛是北来呢哈，姜丝炒大肠，所以我甲恁讲吼，这物件你拢定食，这拢是客家。我住伫关西吼，阮迄个街仔迄个餐馆，逐间吼拢讲伊是第一客家、最老客家餐厅吼的那个什么原始最。伊拢讲伊是上标准的，就是上标准的客家，所以规个餐厅拢是客家。表示讲客家的食物其实是一个真侪人就爱食的啦。
好，客家擂茶，搁来甲恁讲一项哦。客家擂茶，大家讲有一个物件叫做客家擂茶，但是我去研究吼，伊讲客家擂茶就是因为客家人足欠的，所以甲迄物件足侪物件食剩的吼，咱甲男做伙甲婴儿粉，男做伙食，安尼就是叫做客家擂茶。啊，即个工课是真忝的，所以客家擂茶就是真忝啊，擂就是累啦吼。拄开始是讲足累，好累啦吼，好累，所以到尾讲是擂茶，就爱安尼甲用，安尼甲用，所有的物件拢袂。唔通较单调咯，咱着爱扣心嘛吼，所以这土豆粉啦、绿茶粉啦、红豆、绿豆啦吼，这物件剩的食剩的出来物件拢甲硬做伙，甲掺做伙，就是来食，安尼足营养呢吼，就是客家擂茶，好累哦，对，这个工课吼，就是擂茶吼，对，好，土豆油，咱客家的土豆油呢？其实是迄个土豆，咱的客家的前辈用迄个石头吼，甲硬，啊，这油就走出来吼，啊，就变迄个真香的即个油会当食。啊，其实即个物件拄开始迄个石头足大了的石头甲硬，叫做油车啦，叫做油车。当然，咱即摆拢机器咧硬的来，但是拄开始即个客家的花生油是咱的客家的前辈去发明的吼，讲土豆会当用少油来食。客家的桔啊，吼桔仔地，恁去客庄拢会参观，拢会讲甲这桔种啦、桔啊、桔的啦，吼桔的，所以客家人足欠的，迄桔啊吼，对接甲皮拢统爱吞落去，哦，足营养的吼，吃了伊会咧化痰止咳，对，好，感谢上帝。客家花布，各位兄弟姊妹，客家花布，你看我今仔载一个咱客家上传统的花布，这是上传统的花布，啊，有咱的长老会出份而不会的马克，这就是咱的客家的宣告的意思。客家花布的来源，嘛是因为足欠的，这块布足水，啊，底下这领衫足水，穿甲破去，一个所在破去，甲加起来，这领衫佮破一空。啊，这加起来，佮加起来，啊，甲填做伙，安尼就会当穿啊。啊，所以伊即摆迄叫做贴布，还是拼布啦，吼。就变一块综合的布。啊，这个花布拄开始是讲花啦，吼花。啊，因为足欠的花，咱即摆布拢是完整的。不过拄开始是因为足欠的。一块布，若是一个所在歹去咯，毋甘甲单调啦，所以就爱甲歹的物件拢甲夹的，搁来穿啊，搁来用，所以叫做客家花布，即马叫做客家花布。毋过咱即马花布拢是一块完整的，拢足水的啦吼。感谢上帝，我今仔穿即仔裙吼，这嘛是花布吼，因为即马的客家花布拢。佮研究足侪图案吼，但是这是上传统的花布吼，最传统的花布，对，客家花布，花啦，花一定要有花吼，一定要有花。好，各位兄弟姊妹，台湾的文化是多元的，我们有和乐的文化，我们有原住民的文化，每一个文化拢是色彩不分起来就水的。我们也有客家的文化，因为台湾有这些文化伫遐做伙，安尼是多。这么样的彩色的一个台湾的文化是这么丰盛、这么丰富的文化，所以台湾的文化伫客家文化内底啊，伫遐客家文化嘛是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咱台湾的精神嘛是有客家的精神伫内底，客家的精神也是咱台湾的精神真要紧的一个成分。啊，我甲恁讲吼，咱客家精神，咱上。会记哩的，就是迄个应景精神。应景精神就是硬讲，颔棍足定。颔棍足定是什么意思？是足坚持的啦，足坚持、足坚定啦吼。我们说忠义、勤俭、适应力、敬老尊贤、刻苦耐劳、坚持打拼、坚定奋发，这个都是客家的精神。咱知影台湾拄开始客家人吼。互了人赶去迄个较草地的所在，所以咱即摆投资名较草地的所在，伫遐生活无简单啦，所以着要有刻苦耐劳的心啦，着爱克服困难。我感觉即个就是台湾的精神真宝贵的部分。咱要克服困难，虽然拄着困境，依然伫遐真坚定、真奋发，来坚定来突破即个困难，要向前行来发展。这就是台湾的精神。所以咱唔通袂记迄个客家迄种宝贵的台湾的精神相结合的真宝贵的部分。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安怎要甲客家人传福音？咱是安怎得要甲客家人传福音呢？为什么？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要跟客家人宣教？我甲大家分享哈。第一项，
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因为上帝要赏赐给咱丰盛的性命。咱知影客家人是非常的勤俭，这个勤俭是因为你生命中经历着迄个变迁送香伫遐，所以客家人普遍的这个前辈，咱这前辈拢是足谦的啦。这谦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的背景，咱有迄个送香的阴影。所以伊即摆虽然有钱嘛是足欠的伊欠到底已经惯死啦对。但是即个上帝的丰盛的性命，上帝的保守要互咱得到迄个安全感，所以咱要对迄个送香的心伫遐要透放出来。所以咱今仔日嘛是会当欠因为咱是咱环保嘛咱的节俭是一个真好的习惯。毋过呢，咱无阁有迄个送香的心，甲行遐的心，因为要互咱得到上帝赏赐的保守，咱心内有安全感，所以咱要体会到迄个丰盛的性命，要对迄个送香的心来透放出来，要得到主的丰盛的性命。所以我们要向客家人传福音。第二个，上帝要赏赐咱平安，上帝要赏赐咱平安。咱知影客家人是非常的重视宗祠的祭拜。宗祠的祭拜，你若去客庄参观你就看到足侪迄种庙但是伊是毋是庙呢？伊毋是咧拜神明，是咧拜祖先呢。伊顶悬写蛋热串，咱规个庄头，咱规个咱姓蛋的，咱的祖先拢囥做伙来拜呢。所以若有咱要信耶稣，是大家真无欢喜呢，因为这香火钱是大家分摊的你即摆要信耶稣，你表示你无要出钱你无出钱，我毋是爱加出，所以就真无欢喜所以大家伫客庄的所在传福音的人，拢会体会到讲，迄个宗祠敬拜就是一个主动。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将上帝的平安来赏赐，要分享给客家人，因为客家人会拜祖先，是因为希望祖先来保庇啦，祖先来保庇要互咱会拢一家大细来平安。如果咱对上帝遐得到平安，咱的祖先嘛要对上帝遐平安，咱的祖先要伫遐交好上帝啦，咱的上帝要互伊伫遐安居乐业伫上帝遐啦，所以咱毋免阁互伊食，阁互伊家己烧香拜拜，主伫遐要享受着上帝赏赐的平安。咱嘛要对迄个鬼神的迄个捆绑中来透放出来，所以要将即个客家咱要伫客家来突破，咱要来将即个宝贵的福音、上帝的平安来分享给客家人。咱一定来拍拼来客家人传福音。第三，生命的传承的祝福，客家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子孙的栽培咱甲看恁知影屏东的美浓有一条永安路，迄条永安路呢叫做进士街，是安怎呢？进士出足济拢求取功名伫遐佫有一条美浓，佫有一条博士村出足济博士。是安怎呢？客家人呢，将伊的资源拢想办法全部来栽培子孙，让子孙会当出人头地，安尼光宗耀祖。所以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伫祖先寄托伫囡仔的栽培啦。因为咱家己这代人过了无好，后代人一定要出人头地啦。所以就即种的寄托啦所以花莲的凤林这种客家的所在，花莲的凤林有一个所在叫做校长之乡出112个校长呢。你若去凤林，你去参观，出112遐展览，讲阮凤林都出校长。这种都是因为这种客家的所在特别重视这个囡仔的栽培啦。各位兄弟姊妹，将囡仔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是咱的长辈上大的祝福。咱毋是互伊读册尔，咱要将这个福音传给客家人，咱要互伊了解，将囡仔不但是互伊读册，阁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咱长辈上大的祝福啦。信耶稣有永生，重视子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所以咱要将这个宝贵的福音来传给这客家的客家人，因为伫遐搁较济功名，也毋值将伊带到主的面前，享受上帝的保守。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啦，生命传承需要上帝的祝福啦，所以咱就爱将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客家人，这嘛是因上要紧的，就是子孙得到上帝的保守。毋是只有长辈伫遐只拍拼伫遐栽培，佮爱将因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上大的祝福。
所以咱就爱将这个福音传给客家人。几兄姊妹，我甲大家分享吼，客家甲原住民吼，拢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要紧的一个族群吼。我画这个图嘛吼，台湾长老教会，我顶悬迄上顶悬迄个，我是七星吼，七星啊，咱台北中会嘛是伫顶悬啦吼。啊，咱中这个广大的这个桃竹苗，拢总规片拢是客家人啦吼。那下面南部那个排湾呐吼。真侪这卢凯吼，拢伫下骹。即咱每这个细所在，每一个族群拢是非常的要紧的。咱毋茫咱的传福音是全面的吼。咱每一个所在，那有人讲我毋是客家人呢，你叫我去关心啥？我毋是啦吼。各位兄弟姊妹，我跟大家分享，只要你有一个客家心呐，你有一个爱客家的心，你就是客家人了。你有一个爱客家的心。爱台湾的心，爱客家的心，你就是客家人了。其实咱台湾400年来，咱的族群咱的血统拢混甲足厉害啦。有的人拢讲我无啦，我顺的啦，我荷兰人，我顺的。我甲你讲你倒去去查你的族谱，无得你若金，你若高，恁什么人去带客家人，嫁客家人。咱400年来台湾的族群血统其实混得很厉害，所以你若去研究你的族谱，其实咱拢是。大族群的一部分，咱是安怎欠？咱是安怎欠客家人福音的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欠客家人的福音的债？我今仔日甲大家讲，问恁讲，是安怎我讲恁欠客家人福音债？为什么我们欠客家人福音的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想呢？我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吼。我是客家宣教中会总干事，我甲大家分享哈。咱台湾教会宣教的版图，在2020年分中哈，我用2020的资料哈，本地教会咱有744间，原住民教会有525间，教会数一共是1269间，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整个的情形啦哈。对，那么咱的和乐教会，和乐教会。704间，原住民的教会525间，客家教会啥物安怎算呢？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20间，但是咱甲迄个屏东第2小区拢总一片拢客家啦吼，什么竹田啦，什么内埔啦吼，嘉东啦，迄拢甲加落去，啊，搁迄花莲有迄个凤林啦，台东有迄个慈上啦，拢甲加落去，安尼甲算40间啦，吼，甲算咧。从宽计算是40间，可是咱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我甲大家讲，咱客家人是第2大族群呢，上最是荷兰人，第2就是客家人呢。这个族群的人口没有差很多呢，可是我们的教会数差这么多，所以咱欠客家宣教的债，我们做的太少，我们欠客家宣教的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现在客家中会桃竹苗地区，那么七星中会，我们七星中会有101间教会，我们台北中会有104间教会，新竹中会有53间教会，台中中会有78间教会，嘉义中会有75间教会，台南中会有85间教会，寿山中会有74间教会，高雄中会66间，屏东中会是上，因为安尼尾仔柳41间，无迄个尾仔柳嘛是比客家中会加1倍以上啦，迄个尾仔柳屏东中会对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咱搁一摆来思考其实七星中会甲台北中会是兄弟，我们是兄弟。我自己是七星中会多年来的，都是七星中会。那我们七星中会社教前一阵子在咧庆祝70周年呢。那我旧年啦我接到这个阿美族中会，阿美族就是阿美、西美、东美阿美族中会邀请卡，因叫来客家中会讲，因要设教庆祝设教90周年90周年所以咱就知影咱离原住民的宣教是真早就开始啊。寿山中会庆祝50周年啦。那么1930年，这个高雄、台南、嘉义、台中这些中会同时升格那么有92年，那么客家中会是宣教设立几周年呢？是15周年，15周年。咱就知影讲，咱的客家的宣教起步非常的慢。
我们想到的时候太慢了，想到的时候就很慢哦。可是我们在原住民甲和乐咱的族群，咱的宣告足早就开始啊，感谢上帝。好，这是咱2022年我们经常会的明细表，这样看起来有点。你们会有一点糊涂哈，客家宗会在最下面哈，我们看起来就有点糊涂，对，但是没关系，我用这样子看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哈，这样子比较清楚。2021年我们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经常会、各中会经常会的情况哈，七星宗会是3亿2千万了。七星宗会哈，那么七星宗会跟台北宗会差不多啊哈，我们是兄弟哈，差不多。那个屏东宗会1亿1千万，屏东宗会1亿1千万，东部宗会是比较弱小的，东部宗会7500万，那么客家宗会是3400万，它就是七星宗会的1/10哈，是1/10。所以咱就知影各中会的迄个经常会的收入是差真多，但是我们的宣教是不可以落后的。我们的收的钱少，但是我们的宣教是不能落后的。各位弟兄姐妹，客庄最多聚集的就是桃竹苗，所以咱的长老教会客家宗会就是建立在桃竹苗这样的地区。哦，它就是那桃竹苗以前呢是穷乡僻壤啊。因阵吼，桃园新店这苗栗这时候桃竹苗吼是穷乡僻壤，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区域性有改变了，现在其实是很有生机的。桃竹苗现在的房价、地价也都在上涨了，以前荒郊野外，现在已经都是很重要的地方了。那么，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大台北地区的人口其实有减少，你们也看到那个报道哈，台湾全台湾的人口都减少。各位弟兄姐妹，这少年来结婚啦，拜托你生囡仔，拜托你来生囡仔。我们现在少子化很严重，我们的整个其实人口在减少，但是因为新竹桃园人口有增加，是因为就业机会的增加哈，是就业机会。我们台北市，我们去年减少42623人啊，对，但是因为我们上帝要让我们看见客家，而且我们要为主得客家。上帝让我们看见客家，而且我们要为主得客家。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新竹地区哈，桃园地区、苗栗地区、新竹那个高铁、青埔高铁，还有新竹高铁，还有台积电，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这些地方让很多的这个就业人口那进来有就业机会，而且他们的所得也非常的高。所以呢，不仅是各教派基督教各教派要跑去设立教会，庙也要赶快去设，很多庙也要去盖庙。对，桃竹苗地区空旷的地方，教会数很少，那各宗派都抢先要去设立教会哈。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长老教会的宣教不应该落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落后。那客家宗会其实这几年来一直很努力在开拓新的教会。那我们预计今年我们预计要再开拓琼林教会。我们今年还要在琼林这个地方没有我们长老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台北宗会我们的教会数很多，那我们台北宗会的财力也是够的，但是台北宗会要在设立教会已经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咱的密度很高，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距离已经很接近了。那么我们是叫做早期发展的宗会，早期发展，所以我们的地方很接近，所以我们要开拓教会不容易。但是桃竹苗地区非常的空旷，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要来开拓新的教会，而且现在是分秒必争啊，因为房地价一直在涨，然后很多宗派也要赶着要去那边设立教会哈，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客家宗会的宣教、客家族群的宣教一起来关心，一起来祷告。那么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有签约买下来了一间透天的1310万的透天的，那么87坪，那现在在装潢哈，准备在8月的时候就开设礼拜，对，现在已经在装潢了，就是一个透天的一个，对。我邀请大家在客家的宣教的事工有份于天国的投资，我邀请大家，我希望有一盏灯是你点亮的，有一把电火是你给拍光的，我嘛有一个饼是你给油擦的，我嘛有一块真光是你奉献的。你甲贴起来，你甲贴一块真光是你甲贴起来。我毋茫伫天国的投资，咱三个来拍拼，
虽然咱是台北中会啦，我家己我的母中会是七星中会，我去客家的时间无伫我的七星中会遐久，我伫七星中会无会足久，我伫家人无会22年。所以其实七星中会才是我的母中会。毋过我感觉伫客家的宣教，伊是咱三个来拍拼，嘛有搁较一客家人伫咱的中间，因为客家人伫遐大家都市拢是伫咱的中间三个敬拜上帝。咱台北市嘛无客家教会啊，所以只要离开故乡，拢是伫咱的中间三个敬拜上帝。我嘛搁较一客家人伫咱的中间三个来敬拜上帝，嘛有搁较侪客家人会灵魂得救，会当得到上帝国的救恩，会当诚做咱的兄弟姊妹。嘛，咱三个来行福音的济，咱要诚做，不但无欠人钱，佫诚做股东。感谢上帝。都会所在设立教会无容易啊，但是桃竹苗的所在是非常的空旷，而且社区正在成型。你若去桃园青埔，你就看到吼，青埔高铁站边仔起足侪大楼的吼。其实这个所在拢是新兴社区，所以咱也毋忘伫迄个所在，咱会当设立咱的教会，这拢是咱的教会的财产吼，咱长老教会的财产。感谢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咱人的身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咱台北中会、七星中会，那像一个人的头啦吼，一个人的头一样哈。这个头是很重要啊。好，我们大台北地区，在我们长老教会是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头非常重要哈，所以咱单桥吼非常要紧。我们好像是头。那我讲这个南部地区，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个身体也很重要啊，当然啦，你这胃肠啊够好嘛哈，所以这身体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桃竹苗好像人的心脏哎，这个地方好像是人的心脏哎，所以咱的心中嘛是爱一强啊，心中强，咱全台湾的宣教我们都可以带动，都一起来努力，像放射状一样，一起来努力。上帝的能量，圣灵的力量，从这里要带动全台湾，要更多的客家人也跟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国的一个弟兄姐妹，上帝的国。各位兄弟姊妹，那为啥定讲吼？迄客家哦，跟我很遥远，迄客语我拢听无啦。但是我讲连客语圣经也听有，唐会是无？唐会是无？就是听有无？我甲大家讲吼，客语跟台语跟华语是同一个字根呐，都是一样的。你们那个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他们在学语言是相通的，字根相通，学起来很快，而且就简单的啦。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都是一样。英语拢是同字根，而且就简单。咱台语、华语、客语嘛，同一个字根呢，拢就简单呢。所以哈，我们真是一家人哈。我甲大家做譬如吼，你食饭，咱中昼咱要食饭，咱讲今仔日食甲真澎湃，真澎湃。台语、客语讲安怎？安澎湃的，安澎湃的，安尼有共无？有共无？吼，咱今仔食甲真澎湃，咱客语讲安澎湃的，吼。真澎湃吼！咱讲真细字哦，你着行路着细字呢，这是台语呢。咱客语讲做啥？爱细字爱细字安尼有细字嘛？是你细字啦，这是迄个音无共款尔啦吼。咱讲吼，你着食饱呢？你食饱啊？你来食饱咧？咱台湾人上爱讲问啦，你食饱未安尼啦？食饱，咱客语讲吃饱无？吃饱无？吼，你食饱无吼？所以拢是共款嘛吼。当然有诶，恁听起来无讲介共款咯。细妹，逐个拢晓讲迄句，细妹就是细汉查某囡仔啦吼。细妹，细阿哥诶，就是细汉查某囡仔。细汉囡仔就是细人呢，细人呐吼，细人呢。其实这种字面上会当了解，和声音呢，细阿哥诶，细阿妹哦，细妹耶。那我们会讲细妹按讲哦，就水耶哈，小家里就水耶哈。感谢上帝，按之细细蒙你，这个都是谢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斗掐感掐也是谢谢，也是客家话哦哈。所以斗掐感掐，这个就感咱的台语就选的呀。好，感谢上帝，咱的客语、台语、华语都是同样字根的，学起来很容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家人，不要把客家人当成是遥远的人。我甲恁讲，庄家庆牧师就是客家人呢，你们看他有没有像呢？是要像上帝哈，我们客家人，底下要跟大家说
道声，我即几年来拢得到咱后埔教会足大诶关心。我伫家人牧会时，嘉信牧师是我诶前一任，伫遮迄阵姐妹牧师妈妈伫家人过，感谢上帝，伫遮搁一摆甲大家说道声。即几年来得到主诶关心，互阮诶家庭会当继续服侍伊，一直到即摆。已经12年了，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已经12年了。以2010年的走山事件到现在已经12年了。感谢主，我要谢谢大家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好，我会当继续服侍到今仔日，不简单哈。对，已经12年了。这是阮两个小姐啦吼，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哦，迄个妹妹，吼，迄个 AA，迄个姐姐，吼，迄个 AA，迄个姐姐，迄个姐姐即摆伫埔心教会，你做牧师娘，吼，埔心教会做牧师娘，我听讲，我听我的查某囝讲，咱后埔教会有青年嫁去埔心，安尼就变亲家啦吼，变亲家，就感谢上帝吼，就感谢上帝，非常优秀的女青年。我相信咱会当有真好的交陪。事实上过世了，已经这么多年了。伫迄个时阵，伫过身3年的时，总会邀请我做客家的干事、客家的事工。问我的爸爸，阮爸爸讲真好啊，安尼咱的客家的祖先会足欢喜呢。因为咱的客家的祖先会真欢喜，所以我伫遐也真欢喜，会当来认捌我的祖先的客家。会当做客家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上帝若要用你，你就爱互用呢。吼，这是我的爸爸讲的。上帝若要用你，你就爱互用啦。感谢上帝。事实上，走山的事件，互我的体会就是人生真短啊，人生真短。咱会当互上帝使用的时间真宝贵。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当进入上帝的永恒呢。我们被神使用的部分，会进入上帝的永恒。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宝贵的。各位兄弟姊妹，咱过年都过无偌久，我相信咱有体会到，时间实在是太宝贵、太紧了。咱伫世间有为家己做真侪的代志，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家己有做真侪的代志，这拢是真要紧的。不过咱会记的，咱伫世间所做，也得到世间的快乐、世界的快乐。不过，将来有一天拢会像过眼云烟一样，就会过去了。我们在世上所做的都是对的，为家庭、为孩子、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而且也得到神的祝福。不过，在世界的快乐，也是有一天，那亲像过眼云烟就都会过去了。我们只有被神使用的部分，才会进入上帝的永恒。好，这是我亲身体会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得爱把握，咱得爱珍惜上帝使用咱的迄个部分。迄个部分是要进入神的永恒的，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机会。事实上，迄个走山事件到尾伫迄个世界地理杂志加做，就是迄个咱整个全世界迄个地质学一个重大突破的点，所以我感觉迄嘛是真有意义的。各位兄弟姊妹，你是台湾人，我也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告，请你有份伫台湾的宣告。你有一个客家心吗？我请你也有份伫客家的灵魂的拯救。时间真宝贵，我感觉时间是咱爱把握的。这12年来，我感觉我是非常打拼咧服侍，我感觉我真打拼，因为我感觉时间是真宝贵的。好，跟大家分享一首客家的诗歌《天空落水》。天空落水，我们来听一下哈。天空那落水哟，阿妹呀，来到你嘛，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修来修去。再跟大家分享一首哈，两个爸爸。这首歌是我的查某囝做的哈，伊体会到虽然伫伊
高中的是爸爸过身去，毋过伊体会到上帝即个爸爸搁咧照顾伊，所以伊讲伊搁有一个爸爸。各位兄弟姊妹，咱嘛是有共款一个爸爸，就是天父上帝。因为咱有即个共款的爸爸，咱才叫做是兄弟姊妹啊，咱才叫做是兄弟姊妹。我相信伫爸爸节时，咱的中间嘛真侪人无爸爸，毋过你毋通袂记，咱搁有上帝即个爸爸，一直照顾你。我甲分享即首歌吼，这是我的查囝做的作词作曲哈，我唱客语的部分就好哈。爱有相爱的阿爸，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有了，一个看顾条前的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平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爱勇敢向前。再唱一首就好了，再唱一首就好了哈。这一首《身体健壮体力强》，这首歌是美浓古调哈。我想各位可能之前我也唱过，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美浓的古调，《身体健壮体力强》。身体健壮来体力强。年度的情是那样梦，一旦翻了遍了城里事物，爱的心有什么盼？是出来给人心目。天上的真神哪有作证？才头拉只有主耶稣，救人的救是何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份伫客家的宣告。你互阮伫新的年头，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是阮的教会，伫即个板桥的所在，伫遮传福音。上帝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阮也毋望搁较济的客家人，甲阮的中间，甲阮三个敬拜上帝，也恳求主你赐福阮伫客家的宣告。主，互阮伫遐有份，三甲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你的恩典满满。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罗牧师将客家文化甲因的需要来伫咱教会来报告，多谢伊。我想着讲，瑞祥甲小梅有使命伫的，很多讲遐久，
因两个嘛听出来无输赢。哦，甲福音传到客家。哦，好，感谢上帝，咱来回应上帝话。他献开圣诗新圣诗554首，旧圣诗331首。透早起也好种。来，咱请兄弟姊妹起立。请一下，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即礼拜第9个即时传奉献。啊，咱的周报内底有业上即奉献袋啊，这是要客家文化要用的，所以我们会不要看错了哈。来，因为罗牧师那个奉献袋忘记带来，所以将就一下啊。咱请起立，来念300孔6首语调。来。
族，还是啥物人，拢是你的囝儿，是遐尼大的福气。感谢我老主，主我嘛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来接纳，阮来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下面要报告大声，咱先拍开咱的周报，内底的金句吼，来读两解吼，来，无论迄个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有误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伫拢我偏偏要用福音线传，互恁踮伫罗马的人。罗马书1章14节、15节，搁一解来，无论迄个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有误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在拢偏偏要用福音线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哦，是在。啊，今仔敢若有一个新的，哦，甲。来欢迎伊哦，来请坐。我先报告啦，报告了，请牧师带咱带倒啦吼。啊，咱先先开周报吼，因这20节4字我会跳，我毋知咧，目镜起来。报告事件吼，第一项就是讲邀请兄弟姊妹拢会当透早来遮礼拜在。来这个所在参加，伊礼拜前的祈祷啦吼，主日崇拜专心敬拜上帝。啊，这手机嘛讲几啊遍啦，所以已经大家拢耳濡目染，吼，感谢主。今仔是客家宣教日，真欢迎客家的中会总干事罗德庆牧师来传递客家的事工意向，愿上帝祝福他的家庭甲服侍。请为客家宣告关心、代祷甲奉献。礼拜后今仔日有妇女团契伫4楼咧做诶，主理是我这张了，内容是要练习吼，请兄弟参与。过来是感谢上帝啦吼，小回报就讲，顶礼拜已经顺利找了2022年的曙光决算至2023年度的预算，而且选出查下完吼，真心意甲李义金咯。好，过来3月7日，新眼下拜3 10点伫教会遮3楼有新眼光查经班吼。啊，过来3月7日是妇女团契关怀主日，感谢妇女团契，感谢关怀长老志成长老伫第一堂要用勇敢的世代来分享勉励。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工作甲服侍，欢迎姊妹加入这妇女团契，而且为团契关心、代祷甲奉献。下顿了后，煞妇女团相连团契有邀请台北医学教授蔡医师并为团契关心带导奉献。第一堂礼拜后，他跳回家去啊！跳到第6去啊！无要紧啦，恁来我读无着，恁转去家看。吼、啊，3月7日，无过来第五条较重要吼。咱恭喜本会林碧堂传道甲王美书传道吼，伫3月12日下晡3点伫台中复兴长老教会伫个所在要举行红木的事工吼。啊，咱教会因为咱的祖囝甲后生拢伫遐做牧师啊吼，所以咱爱甲关怀，吼所以讲咱伫11点10分游览车就要出去，目前是42个已经满了，拄啊一台游览车，但是袂要紧，你会使去登记后补的，无一定会阁有人无要去，所以若意愿要去的会当过来参与吼。啊，佫一个上重要就是讲。迄天咱的生活，咱的诗班敢若要为伊来奉献，来奉献吟诗，我愿奉献
要参加的兄弟姊妹伫3月7日甲3月11两天的拜六暗时7点10分咯吼，7点10分就爱来到教会练习吧吼。教会3楼练习，伫教会3楼即日起在教会一同和妇女诗班赖群组报名，以准备歌本第6条2023年家庭礼拜安排插花甲奉献伫后壁吼，然后需要的人伫遐来登记吼。第7项中华妇女部定于3月初3礼拜5下晡9点半伫南门教会举办世界公道日礼拜，详细请后壁公文。中华财务部3月18礼拜六伫邦桥教会检查2022年的会计相关账册，请财务所带齐资料的前往收件吼。第9项，中华教社部伫3月18要举办3级，这个我毋知使哪读。三峡燕山生态之旅以及三峡教会礼拜新建筑上支持的，伫9点到15点，伫三峡长老教会三明区民座一楼，费用每一个人100块。我听讲这嘛敢若报办啦吼，若要去的人家前往去就好。以上这个报告，若有人要过来补充报告无？我读无着，咱转家看吼。下面咱要请咱曾牧师带咱来做一个代祷。生日快乐！咱要准备做啊。好来，壮贤烈尔正昌，美足幼子，操红珠，杨生。咱三甲起立，为着咱所报告、咱所关心的代志，也是咱本身的需要，咱拢开声开出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听的中间，互咱组织做聚会，你的听，也互阮领受你大大的恩典。虽然伫即个天气寒冷的时刻，伊愿当带领阮平安到伫你的圣会，伫遐三甲敬拜学乐，也对罗牧师伫遮来看见客家的需要，主可以特别，也阮有这种心志，为着福音来宣扬、引带、关心甲奉献。主可以招的手，特别伫客家的宣教，伫因的需要顶面领上帝你我大恩典，透过这同工、这兄弟姊妹，伫宣扬的顶面来引带这个硬土的所在，更加来亲近你、认捌你、晓悟伫你的真理。主可以福音遍传伫全台湾每一角落。当然，这是也为着阮教会需要，阮特别献上阮对你的求祷。我已经久为着阮教会的需要，特别礼拜堂设伫阮整个兄弟姊妹三个敬拜所在，这是一个通为着你的名来高举宣扬传福音的所在，会当适合伫阮正兄姊妹敬拜的一个中心。主，阮直接迫切恳求你，为着阮来陪伴阮的需要。咱即时也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特别伫即个出国出外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因的家庭生活，无论伫因旅游的中间，也是伫所需要一切，拢有上帝你的看顾。我已经经过这2年的 COVID-19 即个疫情，到今已经渐渐咧开放。主看顾的手，犹原继续带领。看顾、医治甲帮赞，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无论伫台湾、全世界每一角落，身躯病痛的、信心软弱的，做可能从你的圣手医治、帮赞、坚固、照顾，欢迎领受甲你中间我亲密的关系，看见上帝伫因的身上的作为甲美妙，帮赞坚固的手，也常常甲因三个弟弟，阮本身的需要，阮。代祷的对象的需要，我也常常伫祈祷的中间，
对上帝你来求讨，主阮本身真正会需要，看你为着阮对你求讨的来成，阮才会所求讨的一切。互神啊，基督真正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四周围，伫遐来产生，阮更加来坚固阮对你的信，坚固阮兄弟姊妹中间共同伫遐求讨的，领受你大大的福气。大多的对象，主看你也特别，阮伫基督的顶面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看见伊会改变，看见伊领受你大的祝福。主，阮将这个也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特别继续关心伫阮兄弟姊妹，无论阮的心灵上，阮的亲人因本身的需要，阮所为着你的名来高举宣扬的。经过阮的心智，阮更加来看见上帝你的荣光遍满伫阮后埔教会正兄姊妹每一人的身上，也伫因的家庭、亲族每一人的中间。主，阮将阮这个对你的求讨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看你继续带领因带帮助祝福。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由咱徛咱吟上行的歌。新圣诗391，旧圣诗513。吟诗山请罗牧师来带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体的感动，同你的共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咱请一个祷散会，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拢平安喜乐。